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好，海外中山人这一部系列纪录片情景并茂式地记录了近100位身在澳洲的中山人奋斗拼搏的人物故事。这些人物故事是多角度、多层次、跨时空式的，所以该片反映的已经不仅仅是旅居海外的中山人，它实际上是所有海外华人生活的一个缩影和写照。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秘书长王峰先生说，海外中山人是一部澳洲华人移民史的影像志，是一条色彩绚丽而丰富多彩的海外华人的人物画廊。澳洲係歐洲探險家發現嘅最後一片大陸。1770年，英國人庫克船長帶領住一支船隊登上咗呢片位於南太平洋上嘅處女地，正式宣布其歸屬英國所有。雖然早喺500年前，澳洲土著人已經喺呢個獨特而且充滿挑戰嘅大陸上繁衍生息啦，但係200幾年嚟，歐洲人一直係澳洲嘅統治者，而喺呢個期間，華人移民亦都不停咁來往於中國同澳洲之間，或者係做工，或者求學，又或者係做生意。呢啲人都被叫做淘金者。而今喺澳洲嘅各個角落，都能夠睇到呢啲熟悉嘅黃色面孔。佢哋同樣見證咗曾經喺呢塊神奇大陸上興起嘅一樁樁歷史風雲。Well, people say that the Chinese came to the northern coast of Australia very, very early, perhaps as early as the 17th century. But for Sydney, there were Chinese people here from almost the beginning of European settlement. 邊個係第一個嚟到澳洲嘅華人，已經無從考證。但係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大量嘅華人勞工開始湧入澳洲。佢哋大多數都係從中國南部嘅鄉村被賣豬仔而嚟嘅農民，其中以中山同台山人居多。中國同澳洲相距萬里，嗰啲被賣豬仔嘅農民從香港坐船，經過幾個月嘅海上漂泊，先至到達位於南半球嘅澳洲大陸。1848年嘅一日，一艘嚟自中國嘅木船喺悉尼靠岸，船上嘅150幾名勞工全部都係嚟自中山。呢個係澳洲有史可查嘅第一批中山移民。Then in the 1840s, the first large shipment of Chinese from southern China came on a ship called the Nimrod, and they were intended to be indentured labourers, that they would pay for their trip here in terms of labour in the pastoral areas, on the sheep farms and so on. But very soon after they arrived, gold was discovered, and everybody who arrived at the port of Sydney, Chinese, Europeans, Italians, whatever they were much more anxious to go to the goldfields to try their luck. 旅居澳洲已經有45年嘅中山人李成基，佢嘅外祖父梁坤和就係坐住嗰艘船嚟到澳洲嘅。3個幾月嘅海上漂泊，而今諗起上嚟就好似一場噩夢。我外祖父嚟嗰啲人呢，就即係坐隻貨船，即係3支圍嘅木船，又冇衛生設備啦，冇空氣啦，又冇醫藥啦，營養又唔好啦。咁結果喺海當中咧漂流咗90日，到達澳洲雪梨嘅時間呢，150人，只有120人左右。我哋中國人嚟到呢度咧，嚟上岸咧就要俾一筆費用嘅，嗰筆係捐嚟嘅。嗰筆捐咧就可以講遠，你當時要做嗰份工咧，要捱上10年8年，或者最少都要3-5年先至還得到嘅。
1851年，澳洲發現咗金礦，消息一經傳出，即時引嚟世界各地嘅淘金者蜂擁而至，而其中嘅華人就有4萬人左右。嗰個時候，澳洲相對於美國嘅舊金山被稱作為新金山，嗰啲嚟澳洲淘金華人被稱作為金山阿伯。登上咗澳洲堅實嘅土地，梁坤和同金山阿伯們開始成群結隊咁向幾百公里外嘅金山步行進發，用自己嘅雙腳丈量住呢塊異國他鄉嘅土地。但係喺嗰度行咧，要行幾個月先行到嚟呢度嘅。當時又冇路，只係行山。有機會嚟到維多利亞州嘅人，相信唔夠1/3嘅。好多華僑咧，佢係帶啲煙絲，因為當時佢哋喺個樹林嗰度行過啦，夜晚好多蚊蟲咁啊，俾佢咬親嘅時間咧，佢攞啲煙絲喺口度照過佢，咁就當藥嚟用啊。位於澳洲南部維多利亞省巴拉瑞特鎮嘅索弗倫金山，係當時嘅一個採金區。而今當地嘅人已經將呢座曾經係名噪一時嘅小鎮重建成一個旅遊區。喺呢個虛擬嘅時光隧道裏邊，金山阿伯當年艱辛嘅淘金生活可見一斑。咁當時佢哋採金嘅時間咧，就喺個水邊嗰處啦，攞隻銅盤就裝啲泥喺個水嗰處咧，飄晒啲泥沙去，泥沙嗰處咧剩落一啲黃金嘅咧，就唔係成隻黃金喎，係一粒粒啲金沙嚟嘅啫喎，出嚟芝麻咁細嘅喎。咁啊，聽講咧，當時咧有個好運氣咧，一日可以揾到300幾兩嘅金沙嘅喎。啊，喺最鼎盛嘅時候。雖然話係金沙嘅，但係亦都可以將佢用咗嚟做緊金條噶嘛。淘金河裏邊嘅金沙好快就被尋覓已盡，淘金者就開始將眼光投向幾十米，甚至係上百米嘅地下。喺1000幾尺下邊，即係300米下邊爆石啦。咁下邊嘅環境啊，呢個空氣啊，令到嗰啲人咧，而且有時咧，如果嗰啲炸藥用得份量唔夠咧，或者係用得過量啦，隨時咧都會山崩啦。所以當時啊，越深層咧越危險性越大啦。你諗下當時啲人啊喺下邊啦，真係用命嚟搏噶嚇。中國人向嚟以勤勞善良而著稱，金山阿伯同樣係咁。佢哋每日聞定而起，直到深夜先至又聞定而息，簡單而重複，心中固守嘅只有一個信念，咁就係有朝一日可以衣錦還鄉。但係金山阿伯嘅勤力好快就俾自己招嚟咗麻煩，一次又一次嘅排華浪潮亦都由此開始啦。所以尤其是見到我哋中國人又唔識講話，服裝又唔同，係嘛？做工嘅搶埋我嗰份，我本來我做6日嘅，你係做足7日，咁啊，即係嗰種嘅心理咧，就喺經歷咗冷遇、排擠，甚至係暴力之後，梁坤和同金山阿伯們終於唔可以再留喺採金區，佢哋其中嘅絕大部分順理成章咁翻到咗闊別已久嘅家鄉。而另一部分就四散離去到澳洲人跡罕至嘅地方，從事佢哋種地嘅老本行。當時佢哋種菜嘅時間，種到菜出嚟咧，再攞個籃就去敲人哋啲門嚟賣，你要唔要賣俾啲白種人啦？咁啊，呢個名詞叫做賣門口，一家一家去賣到咧1個司令、半個司令咁咯。澳洲土地肥沃，地廣人稀，到處都有成片嘅處女地急待開發。投身土地係金山阿伯最簡單、最直接嘅選擇，亦就係從嗰個時候開始，澳洲嘅好多土地都開始變成咗農田、菜地，又或者係果園。One of the great gifts of the Chinese to European culinary delights were the Chinese gardens that produced a much wider variety of vegetables than traditionally the mainstream society had known. And many of the Chongshan people
and other groups from southern China became very successful market gardeners in various areas in and around Sydney, and also in practically every large country town there would be a Chinese family that was providing fresh vegetables for that town.而今150幾年已經過去啦，滄海早已變成咗桑田，但係淘金者種菜嘅傳奇故事仍然被一代又一代嘅中國移民繼承住。祖籍中山環城嘅李炳雄，8歲就跟隨父親嚟到澳洲。佢父親以前耕種嘅幾十年嘅一塊菜地，幾經轉手之後，而家由一名叫做劉志光嘅廣東高腰人經營住。我老豆咧70、80年前咧就喺呢度種過菜園嘅。家下你都我睇我成70歲啦，70歲人啦嚇。係啦。咁你有老豆添喎？我老豆舊時喺度種菜園噶嘛，喺呢度啊嘛，一世都係種菜園噶嘛。多數都係高腰人同埋中山人，冇錯啦。一個啦，虛平、恩平咧，入嗰啲喺嗰度種菜啦。2個0 acre。哦，舊時咧合理佢全部佢種晒嘅，我老豆啊。劉志光而家所住嘅呢座由生鐵皮搭建起嚟嘅簡易小屋，仲係100幾年以前李炳雄嘅父親留低落嚟嘅。都好耐時間㗎啦，聽講嗰啲前輩啊，聽講話喺呢個淘金時代嚟咗，之後咧就佢哋咧就出嚟賣股啊。幾個人埋一份啊，咁又轉翻做間菜園，咁嗰陣時咧就係做緊啲菜棚開始至到依家噶啦，一路嚟都係種菜種耕田嘅啦，嚟到嗰度咧咁樣種菜咧就唔覺得有乜嘢區別咁啦，習慣。呢度係用電，係自嚟水道好方便，好方便，係呢個煲咩嘅呢個？水嚟，係水嚟啫。哦，佢哋休咗息咁啫，我就自己一個煲嚟食咁啫。哦，嗰啲係臘肉咧，臘肉啊，係。走喺父親曾經耕種過嘅土地上，望住眼前父親曾經住過嘅鐵皮棚，李炳雄亦都不禁思緒萬千。呢個菜園就差不多做咗成大半世噶啦，可以講話而家養大我都係呢個菜園噶啦。佢每一朝咧要擔百幾擔水至天光嘅，天熱光，攞支蚊香咁啊照住咁樣擔水咁話嘅。呢塊菜地距離悉尼國際機場好近，每日喺菜地裏邊忙碌嘅時候，飛機起降時嘅轟鳴聲都會令劉志光停低落嚟駐足遠望。佢唔知道自己乜嘢時候先至能夠搭乘上其中嘅一班飛機，返到萬里之外嘅中國老家。同李炳雄嘅父輩們一樣，身處異國他鄉嘅寂寞同對中國老家嘅思念，係佢哋永遠嘅痛。墨爾本市係澳洲維多利亞省嘅首府，係一個充滿咗浪漫氣息同文化氛圍嘅城市。呢度曾經係早期淘金者嘅天堂，古老嘅有軌電車，蜿蜒流淌嘅城市河流，布滿街道兩邊嘅歐式建築，呢一切都喺度向世人展示墨爾本嘅魅力，同時亦喺度向人們訴說住淘金者曾經創造嘅輝煌以及無窮嘅辛酸。嗰陣時嗰個金礦咧，帶動咗呢個經濟繁榮，帶動咗呢個 Melbourne 市嘅建設，所以你睇得到 Melbourne 嘅市咧，有好多嘅建築物咧喺金礦嘅時代嘅財富嚟建成嘅，咁亦都反映出呢個唐人、華人除咗就係早期嘅礦工同埋後期嘅移民對呢個 Melbourne 作出嘅貢獻。當澳洲新金山嘅黃金已經完全匱乏嘅時候，對黃金嘅渴望又令到淘金者
將目光轉向南太平洋諸多群島上嚟。喺斐濟群島上，至今仲傳揚住一份中國中山移民同淘金者演繹嘅傳奇故事。祖籍中山沙溪嘅方作標，1920年同5個兄弟一齊嚟到斐濟做苦工，因為勤勞能幹而得到咗一位斐濟酋長嘅賞識，並把自己嘅女嫁咗俾佢。冇幾耐，方作標名下已經有咗麵包店、餐館、商店等多樁生意。佢好勤勞嘅，好勤，差唔多搬嗰啲麵粉啊乜嘢都佢都喺度做嘅。佢成日都着短褲，整天都着短褲嘅，冇話着長褲嘅。佢要做嘢，又自己開部車咁啊，成日都好勤勞。呢個時候，一位澳洲人嚟到斐濟尋金，呢個喺當時仲只係一個笑話。呢位澳洲尋金者亦都因此得唔到支持，只有方作標對佢伸出援助之手。每個華人嘅老人家講啦，佢個人比較比較開朗啦，同埋大方啦，同埋肯幫人啦，唔計較啦，咁所以佢先至有今日，先至有咁快，因為佢所以就叫難得糊塗啦。1928年，呢位澳洲尋金者終於喺斐濟發現咗金礦，斐濟嘅經濟亦都一度開始繁榮。方作標因為當時嘅慷慨，亦得到咗金礦後勤所需供給嘅專利權。由於大批金礦工人湧入巴城呢個小鎮，方作標嘅獨市生意自然旺起嚟。之後逐步發展成為咗斐濟西北區最大嘅華人商行方利行，擁有商店、麵包廠、餐館、房地產一系列大規模嘅企業，方利變成咗家喻戶曉嘅名字。攞到啲金翻嚟啊！我哋擺喺個窗啊，擺喺個台度啊嘛，即係我哋未睇過噶嘛。究竟金礦咧係一個石頭咁，但係咧好多金粒黐住喺度嘅，好似好靚嘅。抗日戰爭爆發嘅時候，方作標聯絡喺斐濟嘅華人，為拯救民族危亡而四處募捐購買咗4架戰鬥機，其中嘅一架係佢獨自出資嘅。之後，佢仲將呢4架飛機親自送俾當時嘅國民政府。方作標雖然喺斐濟開創咗自己嘅事業王國，但係佢始終唔能夠割捨下對自己故鄉嘅思念，盡可能咁將仔女都送翻中國老家讀中文。因為佢體會係斐濟人嘅性格咧，即係唔得嘅，你一定要翻去讀唐詩。所以咧，我哋5姊妹。再加埋我哋第2個媽3個，都分3批翻咗去。翻到中國嘅方子富，冇咗喺斐濟生活嘅自在，每日讀書耕田，簡簡單單。但係從父親嗰度遺傳落嚟嘅一股熱血，卻同樣冇停止過沸騰。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佢報名參加咗志願軍。我父親咧好細個已經講開噶啦，有國就有家，你冇國啊有家。咁啊，你而家啲美國鬼又打到嚟啦，點咁我當時我自己體會，我身體咁好女嘅都去得啦，咁我點解唔去得呢？1980年，已經50歲嘅方子富又舉家過嚟斐濟，翻到咗自己嘅第2故鄉。只係時過境遷，呢度已經冇咗父親淘金年代嘅事業王國，另一個淘金嘅神話又開始喺佢身上重演。出國嗰時係每一隻即係出唐山嚟講嘅出國300幾人送啦，送船啊，送車啦，以為哇真出到嚟外國梗係發達㗎啦，掘金啦，點知出到嚟有個故事咁啊，乜都從頭開始啦，各方面環境啊，同埋語言啊、英文啊，乜都唔識，重新開始。結果呢就喺紐蘇里就買咗一間餐館，第2年又買一間，第3年又買一間，第4年都買一間。人哋嚟到喺唐山嚟到嗰啲人，哇！我啲嚟咁耐都冇，都得一間，你嚟1年一間，咁嗰個係天注定啦而今
已經74歲嘅方子富，由於常年操勞，加上斐濟氣候潮濕，患咗嚴重嘅關節炎。佢知道自己今後已經好少機會可以返到故鄉中山，所以佢經常會懷住一份牽掛，走到海邊，久久咁向北眺望。200年嚟，淘金者依然生生不息咁來來往往。澳洲呢座巨型嘅新金山，令到好多嘅淘金者美夢成真，衣錦還鄉。同時，亦都令到好多嘅淘金者客死他鄉，只落得個魂歸故里。喺悉尼、墨爾本、布里斯本，喺澳洲嘅好多地方，都有一座座華人嘅墳場，掩埋住無數早期淘金者嘅孤魂。呢一座座刻住漢字嘅墓碑，亦正在向後來者講述住一個個淘金嘅故事。您现在收看的是天河电视